香港演員鄧月平近日喺社交媒體分享代表香港到傳統跆拳道世界大賽攞到銅牌嘅佳績，但港協暨奧委會旗下嘅會員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之後發表嚴正聲明，指該會為唯一認可嘅跆拳道項目總會，派遣跆拳道運動員參與奧運會、亞運會、全運會及世界或洲際賽事都係由該會負責。並強調近日未有差遣任何中國香港跆拳道代表隊成員參與未獲世界跆拳道聯盟及亞洲跆拳道聯盟認可嘅世界賽及亞洲賽事。以下將會解釋鄧月平代表香港打跆拳道世界賽絕對合理。首先，跆拳道可以分為兩個派系，第一個就係鄧月平所參與嘅傳統跆拳道 ITF。而另一個派系就係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參與嘅世界跆拳道聯盟 WT。即使大家都係跆拳道，但兩個會推廣嘅跆拳道屬於唔同嘅國際體系，具備獨立嘅章程、會籍、管治架構以及國際認證。兩派分別簡單嚟講啦，就係 ITF 主張保留更多嘅跆拳道傳統元素，允許踢擊同埋拳擊打擊頭部。而 WT 嘅對抗規則只係允許踢擊同埋後手拳擊打擊身體，運動成分比較重，所以 WT 獲得多個國際運動會嘅認可，可以參加奧運以及亞運等國際大賽。而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亦都為呢啲賽事中官方喺香港唯一認可嘅總會，可以參與 WT 嘅賽事。不過另一邊廂，其實 ITF 嘅世界裏邊 ，ITF 嘅總部亦都會定期舉辦世界大賽，俾世界各地參與 ITF 嘅好手競技，勝方可以獲得世界冠軍。而鄧月平所屬嘅中國香港傳統跆拳道總會，就係世界 ITF 總部喺香港唯一認可嘅機構，所以多年以嚟參與 ITF 嘅好手都需要經過中國香港傳統跆拳道總會嘅多輪選拔，先至可以脫穎而出，代表香港參與世界 ITF 總部舉辦嘅賽事。而鄧月平就喺呢一個機制之下勝出嘅運動健兒，並且代表香港奪得殊榮。全世界有好多嘅運動同埋比賽，但只有少量嘅運動可以打入奧運。如果呢啲運動唔能夠參與奧運嘅賽事，亦都會難以列入港協暨奧委會旗下嘅會員。不過雖然佢哋唔喺體制入邊，而呢啲運動嘅愛好者通常都會成立一個總會，然後選出精英參與世界大賽。由於佢哋選出嚟嘅運動員係香港唯一代表，所以佢哋稱為港隊亦都非常合理。香港最成功嘅例子包括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唔係港協暨奧委會旗下嘅總會，但多年嚟代表香港喺跳繩嘅世界大賽獲得唔少嘅獎牌。港協暨奧委會旗下只係有幾十個總會，但世界嘅運動種類多不勝數，而且每項嘅運動都有唔同嘅門派。當香港唔同嘅運動愛好者喺公餘時間努力練習，希望為香港奪得佳績，我哋應該俾支持同埋尊重，俾唔同嘅運動可以喺香港百花齊放。